2025 F1 嘅揭幕戰可以話係近年最精彩嘅第一戰啊！由濕變乾再變翻濕，天氣變化令到比賽出現混亂，新手同埋老將都發生過意外。最後嘅一場雨更加幾乎改變咗今場冠軍嘅人選。最後幾圈亦都出現過頭位嘅爭奪。咁雖然當中等待嘅時間都算多嘅，爬頭格鬥嘅場面都唔算多。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心跳加速，非常之興奮啊！最終比賽由 Lando Norris 奪冠 ，Max Verstappen 第二 ，George Russell 第三。頒獎台上面睇落都係熟悉嘅面孔，但係其實比賽嘅變化同埋話題係相當多嘅。究竟麥拿倫係咪真係咁勁呢？有咗 Hamilton 嘅法拉利，今場又發生啲乜嘢事呢？各位新秀今場表現又點樣呢？我嘅10大預測點解第一場就錯一個呢？今次我哋就好快咁樣回顧一啲澳洲站嘅重點啦。咁今場比賽其實開始之前啲雨係導致咗2場嘅 supporting race 都冇辦法舉行嘅，冇辦法啦。賽車最緊要係安全啊嘛，而對我哋嚟講更加重要嘅當然就係我哋嘅網絡安全啦。再次多謝我哋今期節目嘅贊助 Surfshark VPN。所謂 VPN 就係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係一個可以將你嘅網絡行蹤隱藏嘅服務，令到你上網嘅時候更加安全，更加能夠保障你嘅私隱。另外 VPN 都有一個對我哋車迷好好嘅功能，就係破 Geo-block 啦。使用 VPN 就可以幫你利用當地嘅 server 上網，順利收睇賽事。譬如你可以利用 VPN 轉去英國，就可以喺 ITV 嘅網站免費收睇到 BTCC 英國房車賽直播比賽，而睇 Formula E 亦都可以 VPN 去老撾，就可以喺 YouTube 免費收睇啦。咁另外睇 Netflix 你都可以透過 VPN 收睇到唔同國家地區嘅節目，比淨係睇香港嘅多好多。Surfshark VPN 係市面上性價比最高嘅 VPN， 一個 account 就可以無限設備使用。而非 TV 嘅觀眾用指定嘅連結 surfshark.com/FayTV 仲會額外送多4個月優惠。咁想大家就快啲利用 surfshark.com/FayTV 申請使用啦。另外開始前都俾我介紹翻2個活動先。首先係今個月嘅重頭活動，我哋 Lightsail Racing Club 邀請到 Alpine 車隊 Pierre Gasly 嘅比賽工程師 John Howard 參與我哋嘅小型賽車活動，同大家分享一啲比賽技巧同埋心得，仲有一啲 F1 比賽時嘅趣事。活動日期係3月29號喺深圳沙井極速賽車場舉行，現時仲有少量名額嘅，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 description box 入面嘅報名連結報名嘅。咁另外我嘅9月日本睇車團都仲有少量名額嘅，有興趣嘅朋友記住 PM 我或者直接揾合作旅行社 Global Linkers Travel 查詢啦。今場比賽嘅焦點之一，當然就係6位新秀車手表現啦。呢一個近年難得一見嘅新秀大年，我喺季前都不停介紹一啲新秀噶啦。佢係非常平均咁樣分佈喺各級嘅車隊當中，而且好多都係喺初級比賽裏面已經好受關注噶啦。咁所以佢哋嘅表現當然好令人關心啦。但係開季第一戰卻係極大嘅考驗喎。比起過去5年嘅 F1 新秀，今場嘅開幕戰可以話係地獄級嘅難度啊！因為過去幾年嘅揭幕戰巴林站賽道容錯率高啲，天氣變化就近乎冇嘅，而且季前測試都係喺呢度舉行。而澳洲嘅 Albert Park 賽道基本上就係街道賽嚟嘅，一次犯錯就好大機會撞牆，而且一眾車手都唔會太熟悉。雖然過去幾年呢一度有 F2 同埋 F3。所以6位新手當中有5位喺度比賽過，但肯定就唔算好熟悉啦。而諷刺嘅係6位當中 F1 經驗最多嘅 Lawson 反而係未喺度比賽過嘅。而星期日嘅雨更加令到難度升級。咁果然呢一場比賽6位新手都有過唔同程度嘅犯錯。咁首先係 Haas 嘅 Bearman 啦，佢喺 FP1 出彎嘅時候行得開咗，但係就冇適當咁收油，結果失控撞牆。賽車要更換引擎、波箱等等之餘，亦都令到佢冇辦法出戰 FP2。之後佢喺 FP3，佢又再喺第一個圈就跣咗出去，進一步損失咗賽道嘅時間。排位賽嘅時候又有波箱問題，咁所以佢喺比賽之前只係得10幾圈嘅經驗嘅啫。好彩佢喺比賽至少冇撞車，咁雖然都 spin 過一次啊，咁但係都可以完成比賽嘅。咁不過絕對唔係好嘅2025首戰咯。另一位失望嘅當然就係 Lawson 啦。咁雖然大家都知道佢部 RB21同 Max 嗰部 RB21係唔同嘅，佢又喺 FP3 有問題，導致練習不足。咁但係佢喺 Q1 都係輸咗喺自己手上嘅，接連嘅犯錯令到佢早早出局。去到比賽，本來以為佢可以慢慢追翻上嚟啦，但係結果佢只能夠爬到公認係最慢嘅 Haas， 更加係一度俾頭車 lap 咗添，證明佢完全未能夠駕馭呢一部 RB21。咁至於佢最終嘅撞車反而我仲覺得有啲情有可原添啊，
因為當時咧佢係用乾胎喺大雨之下行駛嘅。咁不過其他人冇事，佢有事咁啊。咁講完兩位比較失望啲嘅啦，就講下一啲表現好啲，但係喺比賽當中有意外嘅。咁首先係 Isaac Hadjar，其實 Hadjar 喺比賽之前咧係表現最好、最令人有驚喜嘅新秀嚟嘅。排位賽第11係新秀當中排名最高嘅，但係佢嘅比賽佢係未開始已經 GG， 熱身圈唔小心跣胎，然後撞牆，新人處子戰連 Lights Out and Away We Go 都未到就完咗啦，可想而知佢有幾失望。咁雖然呢樣嘢咧好樣衰啊，但係我哋都唔忍心再笑佢，因為真係好慘啊！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卻出現令人窩心嘅一幕喎。Lewis Hamilton 嘅爸爸 Anthony Hamilton 專程去揾 Hadjar 去安慰佢，佢話佢知道 Hadjar 呢一刻有幾難受啊，所以覺得要揾呢一位年輕人鼓勵下佢。咁雖然話男兒有淚不輕彈啊，但係我個人覺得呢個時候係應該要釋放情緒嘅。佢仲有好多機會嘅，最重要嘅係唔好理會嗰啲再踩到你一腳嘅人咯。之後嘅兩位新秀 Jack Doohan 同埋 Gabriel Bortoleto 都係喺比賽當中撞車退出。咁其實 Doohan 咧喺排位嘅時候表現都唔錯嘅，可惜喺第一圈嘅時候同樣係踩到白線，導致炒車。咁希望唔會令到佢嘅信心受挫啦。咁至於 Bortoleto 咧，更加係一眾新人當中唯一可以喺排位賽擊敗隊友嘅，而且佢打敗嘅咧係侯根寶啊。正賽嘅時候佢一直能夠保持速度，咁可惜佢喺再落雨嘅時候失控撞車，要退出比賽。咁但係呢個位咧有個奇怪位嘅，慢鏡睇到佢個右尾轆咧係喺跣胎嘅時候撞牆之前已經爛咗啦。咁究竟係佢因為爛咗而令到佢失控啊，定係失控令到佢爛咗呢？咁而喺其他一眾新人都至少撞過一次車嘅情況之下 ，Kimi Antonelli 今場嘅表現咧就好好多啦。佢喺練習嘅時候咧已經唔係輸俾羅素好多嘅啫。咁可惜喺排位賽 Q1 嘅時候，因為高速鏟沙，導致車底受損，令到佢要喺 Q1 出局。咁不過從第17位起步嘅佢能夠一直追上嚟。咁雖然期間都試過跣胎啊，咁但係佢係喺濕地當中少數能夠一直爬頭嘅車手嚟嘅。去到艾朗蘇撞車之前已經跟到佢身後啦。咁之後再喺落雨嘅時候，喺最適合嘅時間換胎，然後再解決埋 Stroll 以及外線超越 Albon。再加上成功打甩咗個5秒嘅罰時，令到佢可以喺第4位完成，絕對係全場最好表現嘅車手之一。佢嘅好表現唔止係佢能夠升咁多個位啊，而係佢嘅速度一直都係唔比隊友 Russell 慢嘅。喺佢要一直追車過車嘅初段，佢嘅圈速已經拍得住 Russell 噶啦。而喺少數嘅乾地圈啊，佢更加係比 Russell 快添。甚至喺賽道再次變濕嗰幾圈，即係最關鍵嘅第44至46圈，佢圈速係更加比同樣時間換胎嘅 Norris 快嘅，係當時全場最快賽車。喺咁困難嘅環境之下都有咁嘅速度，呢個僆仔真係潛力無限啊！咁其實雖然今場各位新秀都有啲失誤啊，甚至4個咧係撞咗車。咁不過提下大家啊，今場連最有經驗嘅 Alonso 都撞 ，Sainz 都喺安全車期間撞添啊，證明場地環境係有幾差。咁所以大家都唔使咁快就斷定今年啲新人唔掂嘅，睇多幾場再定斷啦。今場比賽雖然係由濕變乾再變翻濕啊，但係真正曾經出現翻天覆地變化，幾乎連冠軍人選都變咗嘅時間呢，就係44至46呢3圈啦。咁由於早前 Alonso 嘅意外引致安全車，所有車手都趁呢一段時間換咗乾地車胎。咁但係喺安全車重新起步之際，我哋就知道好快咧就會有一場雨，而各車手同埋車隊點樣應對呢一場雨呢，就係勝負嘅關鍵啦。喺第44圈之前，我哋從各車手嘅 radio 都知道呢個將會係一場大雨嚟嘅。Leclerc 嘅工程師表示呢個將會係 Class 3級別嘅雨，即係好狠大雨啊。而 Russell 嘅工程師又表示呢場雨係必定要換雨胎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有其他嘅工程師又表示呢個只不過係一場過雲雨嚟嘅啫。捱得過就可以慳至少一次 pit stop， 而就喺第44圈尾開展咗第一波換胎嘅，就係麥拿倫雙雄喺 T12 接連飛街啊！咁當時 Norris 成功 rejoin， 但係 Piastri 咧就跣咗出草地，基本上已經離開咗爭標組啦。咁但係喺呢一度咧 ，Norris 就做咗一個關鍵嘅決定，佢主動要求入 pit 換胎。反而 Verstappen 為首嘅一班車手咧，就繼續用乾地胎。而事後孔明，我哋就知道呢一個圈係換濕地胎嘅最佳時機。所有喺呢一個圈換胎嘅車手都係最終獲利嘅，包括一早就講過一落雨就要換胎嘅 Mercedes 啦，以及有 Carlos Sainz 俾意見嘅威廉士。
咁但係其實喺呢一段時間，賽道嘅 Sector 1同埋 Sector 2咧都係未濕嘅。我哋見到 Verstappen 喺進入 Sector 3之前咧，係一度將 Norris 嘅距離拉到22至23秒。而根據舊年嘅數據，一次 pit stop 平均損失時間咧係20秒左右。咁所以呢一個距離之下換胎咧係絕對有機會仲喺 Norris 前面出嚟嘅。但係一去到濕晒嘅 Sector 3咧，就將個時間跌翻出嚟啦。就算喺呢個圈入去，都有啲難喺 Norris 前面出嚟。後面其他同樣策略嘅都係同樣嘅情況，咁於是乎車隊們咧就更傾向嘗試去搏啦，希望雨勢會停止，咁佢哋就唔使換胎。咁但係去到第46圈嘅時候，已經係全條賽道都濕晒㗎啦，強如阿 Max 都難以保持，咁於是車隊咧就決定止蝕，叫阿 Max 換胎。出嚟嘅時候啱啱好喺 Russell 前面。嗱喺度咧，佢有一個大家估唔到嘅人要多謝，佢要多謝 Lawson 嘅。因為 Lawson 喺上一個圈以乾地胎喺濕地頂咗 Russell 大半個圈啊！如果唔係佢嘅話，阿 Max 隨時會輸多一個位嘅。而呢一個圈亦都係大家止蝕嘅最後機會啦。但係法拉利兩部車，角田裕毅以及 Lawson 都仲喺度搏緊，結果輸最多嘅就係佢哋啦。咁啊 Lawson 自己炒咗車啦，而兩部法拉利加角田咧就跌到去得分區嘅邊緣。咁就係呢3個圈嘅混亂，令到一眾本來喺後面，但係喺第44圈準時換胎車手得以上升名次，連 Stroll 同埋 Hülkenberg 都因而打入得分區嘅。而喺第45圈，呢一班車手如果決定係換胎嘅話咧，都至少可以保住自己嘅位置。譬如 Hamilton 同埋角田，如果喺呢一個圈換胎嘅話咧，係有機會喺 Albon 前面出嚟嘅。咁46圈換咧，其實都已經遲咗少少啦，但係都唔至於蝕太多。但係咁大雨都唔換，當時有冇安全車都好啦，都會係大落後噶啦。咁所以呢一度法拉利同埋 Racing Bulls 嘅決定，就令到佢哋從大好形勢落後晒啦。咁不過其實呢個失誤咧，車手都有佢嘅責任嘅。記得 Norris 入 pit 咧係佢主動要求噶嘛，係佢喺幾乎出事之後嘅判斷嚟嘅。咁當然呢個咧係來自2021年俄羅斯站嘅陰影啦。咁如果 Hamilton 啊、Leclerc 啊同埋角田當時自己決定要入 pit 咧，故事已經唔同晒㗎啦。譬如角田咁樣啦，佢自己都曾經喺第45圈嘅時候，同樣喺 T12 飛街，但係佢當時咧就冇好似 Norris 咁樣主動要求換胎。咁不過當然啦，始終佢哋都要靠車隊嘅資料去判斷嘅，而車隊嗰邊覺得係過雲雨，好快就乾，咁所以都係車隊嘅責任多啲嘅。大家又覺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車手定係車隊嘅判斷更加重要呢？就係因為上面提到嘅失誤，令到法拉利今場淨係獲得5分，車隊排名竟然比舊年包尾嘅 Sauber 仲低，都真係幾丟架嘅。咁但係更令人擔心嘅係，法拉利嘅速度都不如預期啊！雖然喺 FP1 同埋 FP2 都幾快啊，但係由星期6開始速度就唔見晒啦。咁當時有傳咧，佢哋係為咗星期日雨戰而改咗雨戰 set up 嘅。咁但係事後就有傳言指，佢哋喺星期6改動嘅係將個車高提高少少，避免刮底導致車底磨損過多而被罰。咁結果佢哋從星期6開始速度就唔見晒啦，排位賽淨係排第7同埋第8，單圈慢頭車嘅 Norris 差唔多0.7。去到正賽雨戰之下 ，Leclerc 雖然超越咗角田同埋 Albon 啦，咁但係好快咧就俾 Russell 拉開晒啦，而且佢嘅圈速咧就唔太穩定嘅。Hamilton 更加係一直比明顯更加慢嘅 Albon 頂住，輪胎消耗嘅問題再次浮面。咁之後就係上面提到嘅換胎時機問題啦。其實呢度咧都顯示出另一個問題嘅，就係車隊同埋車手溝通嘅問題。Leclerc 同埋 Boss 嘅妙問妙答，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噶啦。然後 Hamilton 又不停咁樣叫 Adami 唔好講咁多嘢。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小問題嚟嘅。今場最大問題係兩邊車房對天氣情況描述咧係唔同嘅。剛才有提過 Leclerc 係知道係會落2圈 Class 3嘅雨，而夏美頓呢一邊咧就竟然話唔會太大雨喎，咁結果就中晒伏啦。以 Hamilton 嘅經驗，如果佢一早知道 Leclerc 嗰邊嘅資訊嘅話咧，佢好有可能有唔同嘅決定。咁總之，今場 Hamilton 咧都算係嚟咗一個紅軍沉浸式體驗啊！由賽前好有希望，到排位賽突然冇晒速度，再去到發家嘅神溝通，最後就係唔知點解咁唔準嘅天文台。咁當然啦，呢個只係第一場嚟嘅啫，而且法拉利嘅開發潛力咧都仲係最高嘅，但能唔能夠用到呢啲潛力咧，就要睇多幾場啦。今場最大嘅焦點當然就係麥拿倫嘅統治力啦。咁雖然 Norris 最終都係險勝 Verstappen，
但實際上我哋都知道麥拿倫現時係有優勢嘅。排位賽唔單止佔據頭排，仲至少比最近嘅 Max 快咗0.3秒。正賽嘅時候喺 Alonso 嘅安全車出動之前啊 ，Norris 同埋 Piastri 已經拉開咗阿 Max 15秒㗎啦。如果唔係之後嘅安全車以及 Piastri 喺大雨嘅時候飛咗出去，呢個應該係一個非常之穩陣嘅 1-2 嚟嘅。佢哋喺排位賽贏咁多，其實喺 Albert Park 呢一度佢哋淨係贏 Sector 3嘅啫。但係就喺呢一度，佢哋贏晒嗰0.3。從呢個圖表我哋知道 ，Norris 雖然係每次都比阿 Max 早收油剎車，咁但係佢每都能夠更早出彎同埋開油。其中喺 T13之後，佢唔單止可以更加早開油啊，而且喺最後嘅 T14可以比其他車手冇收咁多，一直保持 70% 以上嘅油門。而阿 Max 咧反而係要收到 40% 左右，淨係呢兩個彎啊就令到阿 Max 輸咗0.2至0.3秒啦。單圈之外，佢哋喺正賽速度都係驚人嘅。當其他車手都開始受到輪胎耗損嘅問題影響嘅時候，麥拿倫兩位車手佢係一直保持速度，一直拉開對手，直至遇到慢車以及之後嘅安全車。喺呢一度咧都想講下嘅，中段 Piastri 追到 Norris 嘅時候，車隊指示車手 hold position 呢一件事。咁當時我哋係以為車隊想保住 Norris 啦，但其實咁樣係因為佢哋要過慢車啊，佢哋驚喺過慢車嘅時候有危險，所以先至叫 Piastri hold position 嘅。喺解決晒慢車之後，車隊已經講咗係會 free to race 㗎啦。咁只不過同時 Piastri 喺 T6 有失誤啊，先令到佢當時比 Norris 拉開咗少少嘅啫。咁翻返去麥拿倫嘅優勢啊，喺排位賽之後 ，Russell 曾經講過，麥拿倫喺 Sector 3有咁大嘅優勢，睇嚟佢哋而家轉移集中開發2026部車啊，佢哋今年都仲可以贏啊。而麥拿倫另一個優勢之處就係佢哋無論喺天熱嘅星期六以及又凍又濕嘅星期日都係佔據優勢嘅，更加係兩位車手都有速度添。阿 Max 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只係緊緊追到。咁不過大家又唔使太擔心嘅。因為 FIA 嘅有形之手已經出動啦。喺比賽完結之後一日 ，FIA 就發表咗聲明，指佢哋喺各車隊都安裝咗鏡頭，觀察各車隊嘅尾翼之後，發現仍然有唔少車隊嘅尾翼會喺高速嘅時候明顯變形，有再用 Mini DRS 之嫌。咁雖然所有車隊都通過咗喺750 Nm 拉力之下，主翼片同埋 DRS 翼片之間距離變動唔多於2 mm 嘅測試。咁但係有見車隊們仍然有咁樣嘅變形翼片，於是就決定即時收緊測試嘅準則啊！翼片嘅變形距離由2 mm 大幅減到0.5 mm。咁不過喺上海站咧就會給予0.25 mm 嘅容錯範圍嘅。咁之後嘅日本站咧就會嚴格執行噶啦。據知 FIA 啲人咧係對仍然有車隊鑽呢個漏洞係感到非常之不滿嘅。咁雖然冇指名道姓啦，而且應該有更加多車隊牽涉其中嘅。咁但係大家都認為呢個係針對麥拿倫嘅，因為麥拿倫就係最先玩呢一個 Mini DRS 嘅車隊。究竟咁樣嘅檢測收緊對麥拿倫會有幾大影響呢？之後喺西班牙站嘅前翼變形測試收緊，又會唔會進一步影響到麥拿倫呢？咁我哋就要繼續睇落去啦。咁今場嘅重點回顧就差唔多啦，大家覺得麥拿倫嘅優勢係唔係淨係得今場嘅虛火嚟呢？你哋認為今場表現最好同埋表現最差嘅分別係邊一位車手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嘅。最後都想再一次感謝一班會員朋友，包括太子爺嘅 Alan Choi、Reuter Wong、David Chiu、Low Dennis 同埋 O Hattery， 以及沙皇炸彈嘅 Jason D、David Ng、Henry Lee， 仲有 Onyx 同埋 Live 級別嘅各位會員，有你哋嘅支持先至可以令到我繼續製作呢啲賽車相關嘅影片。咁就係咁多，我係阿飛。我哋下次見，拜拜。